尊敬的与会领导和各位专家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国吉林农业大学教授图利波尔，是一名蘑菇研究者。今天得知蒙古国自然科学院筹备成立真菌专业委员会，我十分的高兴。首先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。真菌作为重要的生物类群，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，其数量一般认为是植物的5倍之多。举中国的例子，中国有3万种植物，因此真菌物种数应该有15万种，占世界物种的1/10左右。但已记载的物种数还不到2万种，因此有很多物种，包括新物种，仍然在大山、森林、草原和沙漠上睡大觉。据我亲身体会和了解，蒙古国的自然资源，包括真菌资源，也是很丰富的。在中国，食用菌年总产量超过4000万吨，包括在3年的疫情期间，总产值超过3000亿人民币，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，已占据世界食用菌总产量的3/4左右，是名副其实的食用菌大国。我们现在正从食用菌大国向食用菌强国迈进，仍需要解决很多科学与技术层面上的问题，包括食用菌的高质化利用以及集约化、工厂化、智能化生产等等。政府号召我们向食用菌要营养、要蛋白，推行大食物观和植物、动物、菌物循环生产模式，这必将有力推进这一进程的顺利实施。希望山水相连的一带一路友好伙伴国蒙古国的同行们，走进你们宽广美丽的大自然，了解更多的真菌物种，使之成为可栽培的作物，并将其加工成美味，或者成为药物或滋补品，造福广大的老百姓。如您需要，我愿意提供帮助，我们一起合作，实现蘑菇梦想。谢谢。